尋晚深夜，偉哥我喺銅鑼灣避風塘一間大排檔食緊避風塘炒蟹，隔離台坐住個退隱江湖多年嘅大佬，幾杯生力啤落肚，個大佬突然爆咗句失言，佢話：偉哥啊，你以為出面打打殺殺最恐怖啊？錯啦，真正恐怖嘅係人心，係嗰啲殺人唔見血，將你個腦洗到乾乾淨淨嘅手段。就算你係天王巨星，一樣可以俾人搣企喺地下當狗咁打。聽到呢度，我即刻諗起一單震驚全亞洲嘅奇案。今日偉哥就同大家慢慢拆解日本殿堂級搖滾天團主唱點樣由一個萬人景仰嘅搖滾天王變成一個邪教嘅人肉提款機。講起日本神級樂隊，就算你唔聽日文歌，都一定聽過佢哋個大名。喺80、90年代，佢哋簡直係稱霸咗整個亞洲搖滾界，標誌性嘅爆炸頭、誇張嘅化妝、極速嘅雙踏板鼓聲，加上主唱嗰把穿透靈魂嘅超高音，真係風靡萬千少女。呢個主唱，我哋就叫佢做 Tosho。佢同樂隊嘅靈魂人物兼鼓手 Yoshiki 係由細玩到大嘅好兄弟，兩個人一齊追夢，一齊由默默無聞打拼到企上東京巨蛋嘅舞台，連開幾場10萬人嘅演唱會，可以話係要風得風，要雨得雨。但係大家諗深一層，喺鎂光燈背後 Tosho 嘅內心其實極度空虛同自卑。佢覺得自己只不過係 Yoshiki 手中嘅一件樂器，所有嘅光環都係屬於 Yoshiki 嘅天才創作，自己根本冇資格承受咁多讚美。加上屋企人因為佢發咗達，個個當佢係搖滾提款機，大佬甚至擅自用佢個名去借錢做生意，搞到一鑊泡。面對住沉重嘅工作壓力同埋屋企人嘅背叛， Tosho 嘅精神狀態已經去到崩潰嘅邊緣。你以為有錢有名就一定開心？錯啦，大佬！當一個人內心最脆弱嘅時候，就係魔鬼趁虛而入嘅最佳時機。接落嚟出現嘅呢個女人將會徹底摧毀佢嘅一生。喺 Tosho 最迷茫嘅時候，佢參演咗一套舞台劇，認識咗一個叫手谷香嘅偶像派女歌手。呢個女人表面上溫柔體貼、善解人意，成日對住 Tosho 噓寒問暖。佢同 Tosho 講話自己根本唔在乎佢係咪天王巨星，只係中意佢最真實、最平凡嘅一面。對於當時渴望平凡生活、極度缺乏安全感嘅 Tosho 嚟講，呢番說話簡直就好似沙漠中嘅綠洲一樣。Tosho 以為自己終於揾到真愛，可以脫離搖滾樂圈嗰種紙醉金迷嘅虛妄生活，於是好快就同呢個女人結咗婚。大家都以為才子配佳人，點知呢個女人根本就係一隻早就畫好陷阱等佢踩落去嘅毒蜘蛛。接落嚟發生嘅事真係電影都唔敢咁拍。結婚之後冇幾耐，手谷香就開始不斷向 Tosho 灌輸一種所謂嘅心靈療愈理念。佢帶 Tosho 去聽一個叫 Masaya 嘅男人搞嘅心靈講座。呢個 Masaya 自稱係乜嘢身心靈導師，創立咗一個叫 Home of Heart 嘅組織，表面上係賣療愈音樂、搞自我啟發課程，實際上根本就係一個徹頭徹尾嘅斂財邪教。Masaya 用極度溫柔嘅語氣同 Tosho 講話，搖滾樂係充滿負能量嘅毒藥，會帶嚟毀滅，只有放棄一切名利，回歸自然先可以得到真正嘅救贖。手谷香喺旁邊就不斷附和，日日夜夜咁喺 Tosho 耳邊洗腦。Tosho 當時已經俾壓力逼到啱唔到氣，聽到呢啲所謂嘅心靈雞湯，竟然信到十足十。為咗追求所謂嘅純正生活， Tosho 做咗一個令全日本震驚嘅決定，佢向 Yoshiki 提出退團。你以為退團就係事件嘅終結？錯啦，大佬！更黐線嘅事仲喺後頭，一場毀滅性嘅風暴依家先至啱啱醞釀。1997年嘅除夕，樂隊舉行咗最後一場告別演唱會。嗰晚嘅氣氛真係詭異到極點，台下10萬個歌迷喊到聲嘶力竭，台上嘅 Yoshiki 一邊喊一邊瘋狂打鼓，幾乎要將個鼓打爛。但係作為主唱嘅 Tosho 全程帶住副黑超，面無表情，就好似一個被扯線嘅木偶咁，毫無靈魂咁唱出嗰啲曾經充滿激情嘅歌。演唱會結束之後， Tosho 以為自己終於重獲自由，可以同老婆過幸福快樂嘅日子。但係佢絕對估唔到，前方等待住佢嘅係一個長達12年嘅人間地獄。大家食花生食得開心，就俾個熱推當買飛入場啦。下面高潮馬上到，
偉哥保證接落嚟嘅劇情一定顛覆你嘅認知。退團之後 Toshio 跟住老婆正式搬入邪教總部。一入到去 Masaya 嘅真面目就徹底敗露。原本溫柔嘅導師瞬間變成惡魔。佢指住 Toshio 個鼻狂鬧，話佢以前唱搖滾樂係造業，身上充滿罪惡，必須要接受嚴厲嘅淨化。所謂嘅淨化，其實就係慘無人道嘅肉體同精神虐待。Masaya 命令邪教入邊嘅人將 Toshio 錄喺地下拳打腳踢，打到佢口腫面青。最心寒嘅係，連佢最心愛嘅老婆手谷香都企喺旁邊一齊瘋狂打佢，一邊打一邊鬧佢係垃圾，係怪物。Toshio 被打到下巴甩台，成頭鮮血，但係佢竟然冇還手，因為邪教已經成功將佢嘅自我意識徹底摧毀，令佢真心相信自己係一個罪孽深重嘅人。呢啲毒打係為咗幫佢贖罪。你以為淨係打咁簡單？錯啦，大佬！肉體上嘅折磨只係前菜，真正嘅殺招係榨乾佢每一滴血汗錢。接落嚟發生嘅事真係令人毛骨悚然。邪教控制咗 Toshio 之後，就開始瘋狂吸血。Masaya 沒收咗 Toshio 所有嘅財產，連同以前嘅 band 賺落嘅天文數字版權費，總共高達15億日元，全部俾邪教食夾棍吞晒。15億嘅大佬，普通人打幾百世工都賺唔到。但係 Masaya 仲未滿足，佢當 Toshio 係搖錢樹兼免費奴隸。一個曾經企喺10萬人巨蛋舞台上嘅搖滾天王，竟然被逼去地盤做苦力，每日得嗰幾粒飯揦落肚。之後 Masaya 仲逼佢去全日本各地嘅老人院、超級市場，甚至係街市搞巡迴演唱，去賣嗰啲所謂嘅療愈音樂 CD。賺到嘅錢一分一毫都要上繳俾邪教。Toshio 自己連買罐汽水嘅錢都冇，夜晚返到去仲要被逼寫悔過書。稍為寫得唔夠深刻，又係一頓毒打。我見到網上好多網民都話，點解一個咁大男人會俾人打到唔還手，仲要白白送晒啲錢俾人，係咪傻㗎？但係偉哥同你講，從心理學上嘅精神控制，即係依家啲人成日講嘅 PUA 角度嚟拆解，呢單案簡直係教科書級別嘅極致洗腦。首先，邪教教主同佢老婆第一步就係切斷 Toshio 所有嘅外界聯繫，逼佢同屋企人反面，同 Yoshiki 絕交，令到佢身邊一個可以信任嘅人都冇，完全處於孤立無援嘅狀態。跟住就係瘋狂打擊佢嘅自尊心，日日夜夜鬧佢係垃圾，將所有荒謬嘅罪名加喺佢身上，令到佢產生極度嘅內疚感同自我否定。最後再俾少少假希望佢，等佢覺得只有絕對服從 Masaya 先可以得到救贖。呢一種溫水煮青蛙嘅精神虐待，莫講話係一個內心本身就充滿迷茫嘅歌手，就算係一個心智極度成熟嘅正常人，落入呢個精心佈局嘅心理陷阱，都會完全失去自我判斷能力，變成一隻任人擺佈嘅牽線木偶。你以為佢成世都要留喺呢個18層地獄度做扯線木偶，直到死為止？大家諗深一層，一個人被逼到絕路，往往會爆發出意想不到嘅反撲。接落嚟嘅轉折，巴保你聽到飆冷汗。喺地獄捱咗12年，事情終於迎嚟一絲曙光。因為邪教貪得無厭，搞到四圍爭人錢。Masaya 為咗揾快錢，竟然將 Toshio 當成商品，咁借俾其他唱片公司去接商業工作。有一次 Toshio 去一間唱片公司錄音，嗰間公司嘅老闆見到呢個昔日嘅搖滾天王，竟然嚇到好似隻鵪鶉咁縮喺角落頭，衫褲鞋襪又舊又爛，連食個飯盒都狼吞虎咽，成個流浪漢咁款。老闆覺得事有蹊蹺，於是開始暗中關照佢，帶佢去食好嘢，慢慢同佢傾偈，當佢係一個有尊嚴嘅正常人咁看待。就係呢一種久違嘅人情味，令到 Toshio 冰封咗12年嘅心開始慢慢溶解。佢開始懷疑 Masaya 講嗰套究竟係咪真？真正令佢徹底醒覺嘅係一個震撼嘅發現。你以為有恩人幫手就可以順利脫身？錯啦，大佬！最殘酷嘅真相往往隱藏喺最黑暗嘅角落。接落嚟嘅大爆鑊真係連盲人都睇到火滾。有一次 Toshio 無意中發現咗老婆手谷香同 Masaya 之間不可告人嘅秘密。原來呢對狗男女一早就有路，佢哋住喺超級豪華嘅豪宅入邊，住名牌，食山珍海味，出入有司機接送。
而所有嘅花費全部都係用緊 Toshio 辛辛苦苦賺翻嚟嘅血汗錢。最黐線嘅係，首谷香甚至將自己同 Masaya 生嘅仔女當成係邪教嘅所謂聖子聖女。Toshio 終於如夢初醒，原來自己由頭到尾都係一隻被利用嘅水魚。所謂嘅真愛，所謂嘅救贖，全部都係徹頭徹尾嘅騙局。嗰一刻，12年嘅委屈同憤怒瞬間爆發，佢決定要逃亡。逃亡嗰日，佢身上連1蚊都冇，淨係着住一套殘舊嘅衫褲，趁住邪教啲人不備，發力狂奔逃出總部。佢第一時間走去揾嗰位一直暗中幫佢嘅唱片公司老闆求救。喺老闆同埋律師嘅協助下，Toshio 終於報咗警，並且召開記者會，將呢個邪教嘅恐怖內幕公諸於世。真相大白之後，成個日本社會為之震驚。Toshio 隨即宣布破產，身無分文咁重新出發。最令人感動嘅係，當 Yoshiki 知道好兄弟經歷咗咁多非人折磨之後，佢完全冇怪責當年 Toshio 嘅無情離開，反而主動伸出援手，一句歡迎返嚟，兩兄弟緊緊擁抱，一切盡在不言中。之後樂隊宣布重組，Toshio 再次企上巨蛋嘅舞台。當佢再次唱出嗰啲經典金曲嘅時候，把聲多咗一份歷盡滄桑嘅震撼力，台下嘅歌迷喊到收唔到聲。Toshio 後來仲寫咗一本自傳叫《洗腦》，將自己12年嚟嘅地獄經歷毫無保留咁寫晒出嚟，希望用自己嘅血淚教訓警告世人千祈唔好誤入邪教嘅陷阱。講到底，呢單嘢真係令人唏噓，一個企喺神壇上嘅巨星，竟然因為內心嘅脆弱，俾有心人利用，足足浪費咗人生最寶貴嘅12年。好彩最後佢憑住一絲清醒同埋身邊貴人嘅幫助，成功爬出深淵。偉哥今日同大家講呢個故仔，就係想提醒各位街坊，無論遇到幾大嘅困難同壓力，都一定要保持清醒嘅頭腦，千祈唔好亂信嗰啲咩心靈大師或者神棍。如果有心事，寧願揾偉哥飲杯啤酒吹落水，都好過將自己嘅靈魂交俾魔鬼。今日就講到呢度，下次再同大家講更猛嘅江湖秘聞。